们说，我最近学会了隐身术，我给你们看，浩克巴拿拉哈。哦，悠悠妹，你学的这是什么魔法啊？怎么好像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对，你们怎么还看得到我？我要再试一次，浩克巴拿拉哈。叽里呱啦，悠悠妹，我这次真的看不到你了。不过我怎么连阿迪古都看不到啊？哎呦，不是啦，是有人把电灯关掉了吧？请问一下，点房嘅天火开关伫哪？田房嘅天火开关伫哪？嘿嘿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房间的电灯开关在哪里啦？我要去把灯打开啊！不好了！我跟你们说，我们的电力球被小魔女偷走了啦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是我们常常开着灯，连出门的时候都忘记把灯关起来，所以引起小魔女的注意，她就把我们的电力球偷走了啦！哎呦，所以要注意，以后我们离开的时候，记得把电灯关掉。要记得抢同天火掉铁后膜，呛唔同天火掉铁后膜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请你把电灯关掉好吗？哦，好，我们知道了啦。平常啊，这里都是开着灯呢，没想到关掉以后变得这么暗，有点恐怖呢，这个。那个亮亮的球是不是就是电力球啊？没错，小魔女，快把电力球还给我们啦！你们这些精灵平常都不关电灯，我要把电力球带走，让你们一辈子都活在黑暗中。不要了，怎么办啊？我们可以用联合魔法把小魔女打败呀！那优妹、哆瑞咪精灵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一起来！浩克齐力，团结力量大！哼，这次就放过你们，下一次你们再不关电灯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你们的魔法太厉害了吧！但是以后真的要注意哦，离开的时候记得要把电灯关掉。抢孙塞，统天火掉铁。阿迪古啊，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意思就是请顺便把电灯关掉。所以呢，我们待会最后一个离开的也要记得关灯哦。我先走喽，拜拜。我要走了。最后一个好像是我，电灯，嘟嘟。点房嘅天火开关伫哪？意思就是房间的电灯开关在哪里？抢同天火掉铁后门，意思就是请你把电灯关掉好吗？抢孙塞同天火掉铁，意思就是呢，请顺便把电灯关掉。今天故事里面的课语，大家有没有都学会了啊？学会了。很强哦。小朋友，笑一下。穷下來，大家笑到心花開。1、2、3，呀笑，記呀笑，愛呀相愛，愛用笑。1、2、3，見面嘅世界笑一下。愛公將來了，笑一下；風雨嘅世界笑一下，艱苦嘅世界笑一下。窮下來，大家笑到心花開。1、2、3，呀笑，記呀笑，愛呀相愛，愛用笑。1、2、3，中意嘅世界笑一下，知道敵人鬧笑一下，心跳嘅世界笑一下。
欢欢喜喜笑一下，1、2、3，见面嘅世界笑一下，爱讲真来了笑一下，随时想到笑笑一下。